維修達人揭秘洗衣機維修全攻略，一文掌握常見問題與解決方案。洗衣機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家電之一，然而長期使用後，難免會遇到各種問題，讓洗衣機運作變得不順暢，甚至停擺。作為專業的洗衣機維修公司維修達人，我們多年來累積了豐富的維修經驗，協助你輕鬆解決洗衣機常見的大小問題。洗衣機常見問題及解決方法。問題一：洗衣機無法啟動。當洗衣機無法啟動時，首先要確認電源供應是否正常，插頭是否重脫或跳閘。另外，門蓋感應器故障也可能導致洗衣機無法正常運作。解決方案：確認電源插頭是否插牢，檢查門鎖是否正常工作。如果問題持續，建議聯絡專業維修公司，如維修達人進行檢查。問題二：洗衣機排水不暢。排水問題往往由阻塞或排水泵故障引起。定期清理排水爐網內的雜物，檢查排水管道是否有堵塞情況。問題三：洗衣機漏水。漏水問題不僅造成地面濕滑，更可能損壞家居設備。解決方式：檢查排水管是否破裂或鬆脫，檢查門電圈是否磨損，必要時更換新的密封膠圈。如難以判斷漏水源頭，立即聯繫維修達人進行專業檢測及維修。問題四：洗衣機異常噪音。洗衣機在運行過程中若發出異常聲響，可能表示內部零件出現問題。檢查洗衣機是否放置平穩，檢查內筒是否有異物，檢查皮帶、軸承是否磨損。嚴重情況下，盡快聯繫專業維修人員。問題五：洗衣機無法排水或脫水。這是相當常見的問題，可能原因包括排水管堵塞或排水泵損壞。應對方法：檢查排水管是否有異物堵塞，清理排水過濾器。排水泵損壞時，建議聯絡維修達人安排專業人員檢修。維修保養小貼士：定期清洗洗衣機的爐網和排水管，避免堵塞。使用合適的清潔劑進行定期基礎清洗，避免細菌滋生，避免超載洗滌，以延長機器壽命。為什麼選擇維修達人專業團隊？維修達人擁有經驗豐富的技術團隊，精通各大品牌洗衣機的維修技術，能快速準確地找出故障原因，透明化收費。維修達人堅持透明定價，絕無隱藏收費，所有費用均會事先明確告知客戶，快速上門服務。我們明白家電故障會影響日常生活，因此提供迅速的上門服務，節省你的時間，提供全面保養服務。除了故障維修外，維修達人也提供專業的保養服務，協助你延長洗衣機壽命，避免頻繁故障。維修達人以專業、快速、可靠而聞名。我們擁有豐富的維修經驗，服務遍及全港地區。我們理解洗衣機對每個家庭的重要性，因此致力提供最優質的服務。專業資深技師團隊，快速響應客戶需求，售後完善，確保客戶滿意。無論是簡單故障還是複雜問題，維修達人都能以最快速度提供解決方案，助你回復正常生活，讓你安心無憂。立即聯絡維修達人，享受專業洗衣機維修服務吧。